最近台北市立动物园有伫教育中心办一个展览，内容是小解台湾强要断种的生物拄到什么款的生存威胁，也互众人来思考讲爱安怎保护这寡生物。 新闻上抓出很少好或者弄死、搞死，也是互人掠来食。像这种强要绝种的动物，林务局甲地生保育中心过去照国际自然保育联盟的评估方式，发现本土陆地物种有17%的生存受到威胁。台北市立动物园即个用地点讲出野生动物倒来面临的严重困境。栖地消失或栖地消失衍生的，像路杀的这些状况，还有像人兽冲突的一些问题，那以及台湾其实也发生了野生动物盗猎的问题。 动物园表示，因为环境改变，真侪物种绝种的危机愈严重。专门研究台湾特有种的山椒鱼的学者朱友典就表示，这几冬因为疫情，大家较兴爬山，嘛影响到这个物种的栖地，尤其是南湖山椒鱼，数量本地就少，认为迫害，互因更较恶生存。 那如果人为活动太密集的话，它可能会采食那边的地表的土壤，然后造成孔隙的丧失。然后另外的话，它也会影响到地表一些无脊椎动物的一些存活。事实上，就是这些山椒鱼的食物影响整个山椒鱼族群的数量。 动物园表示，国际自然保育联盟等单位发起救强要绝种的物种的改变行动，也希望借着教育中心推展这个地点，让大家更加了解因的处境，顺续林木生态保育的观念。定期会到明年的10月底。记者点不离开台北采访报道。